根据指挥中心表示，9月28配送到各县市的108万剂莫德纳疫苗，拢是第2针，由地方规划并通知70岁以上户下已经做过第1针等对象。对此，议员蔡小伟就关心，一旦数量不够，市府有相关的配套来应用。特别在65岁以上的长辈占多数，一定要尊重民众施打意愿，满足需求。刚刚我们所提到莫德纳第2剂，只要他施打第1剂，第2剂就一定不会去受到影响嘛。那未来他如果想要施打第1剂的，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帮他们争取他们想要的？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透过跟中央争取？刚有法度争取到，虽然是安尼讲。目前要看莫德纳的到台湾的量，目前量能是看起来是比较吃紧哦。好。局长刚也有一直在跟你讨论，因为未来2周台南市将要施打非常多的一个量能所以在卫生所的调配，甚至医院诊所的调配上，也希望说可以适时的分配来保障我们每一个同仁的休息时间等于这波9回莫德纳加 AZ 疫苗拢是以第2针优先，中央配发到地方以后，由地方政府家己规划通知。所以我嘛关心长辈被列入注疫苗的名单当中，由于未晓使用系统延误，也需要重新等候登记等状况，市府也是需要掌握马上调整。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